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昨号召这个支持者到台北地检署去集合。警方表示讲，北检前这是一批游行的禁制区呢，总共举牌7摆，并且点名包括这个朱立伦、立委、社两界加国民党这个发言人杨志武等人，要求因带这群众离开，因为现场人潮并无散，中正地分局最后将这3人依法函上法办。朱立伦先生、朱立伦先生、谢龙介先生、谢龙介先生、杨志宇小姐、杨志宇小姐。警方举风送头，甲行为违法的标示牌，点名国民党的人爱因带群众离开。我是现场指挥官中正第1分局分长张家华，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体会游行禁制区。3名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发出着接见令，大批南洋民意代表甲支持者拢来到北检的头前抗议。警方派160个人隐形，甚至直接点名。对暗时6点48，相对邮递湖也看到牌。7点50到54分，分别对邮递湖甲社两界也警告牌。8点51，码头1摆甲朱立伦点名。9点50，对这3个人也命令解散牌。11点甲11点54分是举阻止牌。警方隆重举牌举7摆，不过也是无人走。中正一分局将这3个人函上法办。进前民众党同款伫北检甲歌舞提战声，警方也依法举牌。不过，敢若无像这摆直接点名现场带头的人，举牌嘛敢若无举遐济摆。那我们会把所有的这些跟集会游行法有关，包括是否在禁制区以内，或者是有任何其他的滋扰行为，全部移送由地检署来侦办。依照集会游行法的规定，警方头1摆举牌是警告，第2摆举牌命令解散。第3摆举牌是阻止，阻止2摆了后，会当依法函送。是讲警方为了避免后面将的情绪更较激动，仍然是以游行的做法为主，呼吁民众爱理性表达诉求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